人的一生当中，每3人都有一位有机会得到带状疱疹，而且年纪愈大，机会嘛愈提高。带状疱疹的发生几率，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。免疫力低下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次活化的重要因素。医师建议，患者如果有皮蛇的现象，要把握在72点钟内赶紧就医。疱疹实际上它比较困扰的部分就是它疱疹后的神经痛，它可能是可以到30天，也可能到3个月，那甚至有这些慢性的半年、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的都有，像这一类的病患他们就很困扰，所以我们要宣导这个疫苗，然后在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在第一时间，就是发生的72个小时内，希望病患赶快来就诊。能够在第一时间好好的治疗，避免留下一些后遗症。另外，对着中老年人、皮蛇高危险群来讲，目前嘛有带状疱疹的疫苗会用的施打，会当明显降低皮蛇的发生率。是一剂啊，当然这个是之后会在美国有上市第2代的，但是目前台湾就是这一种一剂的，那第2代的是2剂，那个就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。那目前就是这一剂药效大概7到10年，如果这个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，是不是需要追加？这个可以再讨论。医师吴尚德呼吁，根据疾病管制署接种预防的说明，建议50岁以上唔捌施打带状疱疹的疫苗者，无论进前是唔是有水痘，或者是带状疱疹的病史，建议应该要施打活性减毒的带状疱疹疫苗。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